Testing 1、2、3，佢哋係冇。有冇聲？有聲 ，OK， 好。各位弟兄姊妹，唔好意思啊，因為咧嗰個禮文嗰度咧，可能咧就未必每個人都有，但係咧如果係本堂嘅弟兄姊妹咧，咁其實喺我哋本堂嘅群組裏邊咧，我哋已經 send 咗個 PDF 出嚟嘅啦。咁啊，大家可以參考個 PDF 嘅，咁或者咧係可以弟兄姊妹可以 share 嘅咁樣，好嘛？咁我哋可能會早5分鐘去開始嘅，我哋睇陣間，因為陸續又有人嚟緊啦，咁所以睇翻陣間嗰個情況。
咁大家可以有啲準備先。must sing for it. If you want joy, you must sing for it. The joy of the Lord is my strength.
我真好，耶稣对你真好，耶稣他对我对你真好，耶稣。好，我们下去说，弟兄姐妹，我所说也是对你真好啊，但是，好，是我知道的，耶稣对你真好，对你真好，耶稣他对我对你真好，耶稣对我真好，耶稣对你真好，耶稣他对我对你真好，耶稣对我真好，耶稣对你真好。各位Rachel 嘅親朋好友，我係今日嘅主席，亦都係大埔堂嘅堂會主席趙慧儀。今日咧係由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大埔堂為 Rachel 陳潔邦宣教師舉行嘅追思會，讓我哋一同咧去懷緬同阿 Rachel 同你同我一齊去相處，一齊去侍奉嘅日子。宣訓，主耶穌基督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喺約翰福音嘅11章嘅第25節。現在請敬拜隊去帶領我哋去唱詩歌。回家。親愛嘅弟兄姊妹 ，Rachel 已經失去咗地上嘅勞苦。雖然我哋會有傷感同不捨嘅時候，但我哋所相信嘅神，相信主耶穌已為我哋預備咗永恆嘅屋企。而 Rachel 已經住咗喺神為佢所預備嘅屋企裏邊，相信我哋他日會再相遇，讓我哋一同起立，一同唱呢一首詩歌。
那时候我回到他面前，不再流浪，我看到家的光。回家，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喜乐充满我的心，我会主赞美。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天父张开海的山壁，我一生属于他。亲爱耶稣，我感谢你来到这世界，给我盼望，给我一个永恒的家。亲爱天父，请守候我回到他面前，不再流浪，我看到家的光。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喜乐充满我的心，我不住赞美。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天父张开海的山壁，我一生属于他。回家，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喜乐充满我的心，我不住赞美。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天父张开海的山壁，我一生属于他。會眾請坐。現在咧，我哋請Rachel 嘅家姐 Sophia 就為我哋去讀述史。請 Sophia。各位親愛的家人、主內弟兄姊妹，今日呢，我哋為咗好唔捨得嘅心嚟到主耶穌面前一齊追思陳潔芳傳道 Rachel 嘅一生。佢嘅離開對我哋嚟講係好突然，我哋好難接受嘅。但當我哋回顧佢嘅一生，我哋發現呢，佢呢一個生命係俾上帝帶領，俾上帝大大使用嘅生命，心裏邊就覺得安慰。潔芳喺1963年5月21號喺馬來西亞沙巴州斗湖出生，原籍係廣東惠陽，係客家人。7個兄弟姊妹當中，佢排第5，有3個哥哥、1個家姐、2個弟弟。佢係出生喺一個基督化家庭，自細咧就喺馬來西亞嘅基督教巴色會斗湖堂成長。對佢嚟講，教會就好似第2個家。佢細嘅時候就認識天父嘅愛同埋耶穌嘅救恩。喺少年嘅時代，佢教會有一個培靈會，講員係當時3一神學院嘅院長鍾志邦博士。佢就喺嗰次嘅聚會裏邊，上帝嘅道同埋聖靈大大感動佢。佢已經清楚知道上帝喺度呼召佢。嗰一年佢只係13歲。但係喺呢個年齡，佢已經開始喺教會司琴，擔任少年團團長。佢年紀雖然好細，但係佢嘅心願係願意為主擺上。佢從細都好勤奮向學。81年嘅時候，佢喺斗湖
8中學畢業，成績咧名列前茅。佢中學時期咧係代表學校參加全國嘅中英馬拉文演講比賽，同埋咧全州嘅獨莊華語比賽都係獲得第一名嘅。但係佢從來都冇將榮耀歸俾自己。當校刊嘅記者訪問佢嘅時候，16歲嘅佢話：係上帝幫助佢，俾佢信心勇氣，喺台上面佢唔會懼怕，同埋咧係冇忘記到3種語言嘅講詞。佢嘅同學咧咁樣形容佢嘅，佢話傑芳係一個好優秀嘅人，無論學業、演講、運動，佢都表現好好。佢好謙虛，性格開朗、熱心，充滿愛心，常常鼓勵同學，幫助同學解決困難。更特別嘅，佢就係常常邀請同學去教會，希望佢哋都能夠認識呢位又真又活嘅神。佢少年嘅時候已經有一個心願，希望將來能夠教育下一代。82年嘅時候，佢去到台灣升學，83年進入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主修鋼琴，副修聲樂。音樂咧成為佢一生好重要嘅恩賜。喺台灣求學嘅時候，佢已經積極參加台北嘉音教會侍奉，服侍兒童，帶領詩班，參與牧養。所以呢間教會咧喺93年嘅時候差派佢去到香港做一個助理宣教士3年。上帝就係一步一步咁樣帶領佢嘅道路。96年佢就返到斗湖，喺哥哥嫂嫂創立嘅音樂學校教鋼琴。佢咧曾經策劃一個特別嘅恐龍報道會，佢寫主題曲編恐龍舞，令到成個聚會充滿歡樂，帶來福音嘅果效。98年到2011年，佢喺斗湖加略山教會擔任兒童牧者，帶領兒童夏令會，帶領青年人參與福音音樂劇。佢亦都常常被邀請到學校做青少年教育講座。佢深深知道上帝呼召佢就係用音樂、用愛陪伴孩子成長。2011年佢又返嚟香港伯達利神學院進修，之後咧就喺中華基督教會全圓堂侍奉，然後佢又再攻讀道學碩士。上帝奇妙咁樣帶領佢喺疫情前完成醫院嘅院牧訓練。佢深深體會到神嘅道路高過人嘅道路。2019年到24年，佢嚟到香港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大埔堂服侍。佢一直心裏邊都有一個異象，就係要去到中國內地服侍。所以2025年佢憑着信心嚟到海南三亞，希望用福音音樂禱告祝福身邊嘅人。正如有一首歌話，主令我往哪裏去，我都跟住你走，嗰首歌。今年嘅2月6號，佢已經買好機票，準備4月返去馬來西亞雅比，為一個姊妹 Nympher 嘅婚禮啊，帶領敬拜讚美。但係喺2月13日凌晨，佢喺三亞喺睡夢中被主接走，安然離世。喺世寄居63年。佢曾經說：雖然我沒有兒女，但在主裏我有很多屬靈嘅兒女。今日我哋雖然好唔捨得佢，但係回望佢嘅一生，我哋睇見佢係一個忠心嘅僕人。佢美好嘅仗佢已經打好，當跑的路佢已經跑盡了，所信嘅道佢已經守住了。此後有公義生命嘅冠冕為佢存留。我哋知道佢現在喺天父嘅懷抱，係有主耶穌永遠與佢同在。有一日我哋都會翻到天家同佢一齊相聚，我哋嘅心就受安慰。
跟住咧，我哋會有一段短片嘅分享，就係 Rachel 喺三亞服侍嘅時候，一位三亞嘅姊妹喺海南島三亞嘅姊妹係為佢錄嘅一個短片。跟住落嚟咧，我哋有本堂麥鳳嫻姊妹咧，佢係兒童區同阿 Rachel 一齊服侍。另外有一位家長就係吳舒婷姊妹，亦都係會現場分享。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另外仲有一個咧係嚟自佢喺馬來西亞服侍嘅呢個加勒山教會嘅 Uncle On， 亦都係一個短片嘅分享嚟嘅。咁我哋而家咧就先播三亞姊妹嗰個短片。親愛的 Rachel， 得知你離世的亲爱的 Rachel， 得知你离世的消息，我十分的震惊，没想到这么快以这样的方式离别。最后一次从小敏姐口中得知你近况是2月4号，在大东海海边听说你身体不好，也想前去探望。由于回老家以及你的身体也不方便接待，便没有前往。再后来就是从其他姊妹口中得知你离世的消息，第一时间我联系小敏姐，她告诉我你走得很安详。Rachel， 你的离开让我对天国、对生命有了新的感悟和认识。我们在世上是寄居的人，唯有永恒的生命、天国的盼望才是一生的追求。在世的生命我们无法预知，但是亲爱的 Rachel， 在和你相处的半年时间左右，你作为属灵长辈一直鼓励和激励着我。尽管你生命最后的时间，我们因为一些误会而没有继续见面，但我相信我们在主里是彼此相爱的。你的讲道于我看来，开始是不同于内地严肃的传统讲道，更像是面对小孩子的趣味性讲道。但是随着和你的接触的越多，你有趣诙谐的讲道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让我们背诵的诗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也一直鼓励着我。我们终将面对死亡，总有一天会在天家再相聚。Rachel， 感谢你，谢谢你的爱。你说 When God's time is right， 你说得时不得时都要传福音。你常常宣告和教导，一人信主，全家得福。你很会看到别人的优点。第一次有人对我说你的戾商很高，你的鼓励和安慰是十字架光的反射。谢谢你的爱。We will see you again, see ya。係大家好，係嗱，以我認識嘅 Rachel 咧，係一個樂觀、直率、能歌善舞、忠心、全程投入侍奉嘅好僕人。任何人咧都可以同佢傾偈，冇隔膜嘅。咁好感恩啦，我哋兒童區咧有佢嘅侍奉啦。每次佢都會令到參與嘅小朋友同埋家長都會好投入、好興奮，一齊唱歌跳舞。記得有一次咧，教會崇拜係以另類形式進行嘅，咁會眾咧就分開4組輪流去到4個唔同嘅地方活動，咁而佢咧就負責帶住我哋唱詩歌同埋跳舞。咁當呢個佢負責嘅部分啦完咗啦，時間到咯，咁會眾咧就要去下一組嘅活動，但係咧個個都唔捨得走，因為太興奮啦，好開心，好開心。咁樣直到我哋幫手嗰啲人啦催促之下咧，咁我班人先至肯即係好依依不捨咁樣去到下一個活動嗰度。
除咗帶領唱詩歌跳舞之外，佢喺講道方面啊都有恩賜嘅。咁同埋咧都睇得到佢好用心去預備兒童崇拜嘅信息分享嘅時候，佢會用簡單易明嘅 PowerPoint 加上活潑嘅故事演繹，小朋友都睇得好投入，同埋會好專心咁樣聆聽。我哋兒童區導師個個都以佢為學習嘅榜樣，成為活力充沛、帶動歡笑氣氛嘅導師，有聖靈感動嘅忠心侍奉團隊。當然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好似佢咁，一切以基督為先嘅好僕人。感謝主，讓我哋有機會認識佢，同佢一齊侍奉。哈利路亞。大家好，我係喺幼稚園認識Rachel 嘅。咁我第一次見佢嘅時候喺學校嘅門口啦。咁佢就行埋嚟問我：咦，你係邊一個家長啊？貴姓啊？咁我介紹咗佢之後咧，佢就話俾我知，我對小朋友喺佢印象好深刻，因為都係喺幼稚園第一對識嘅小朋友。咁然之後咧，佢俾我嘅感覺咧，佢係好勇敢嘅，因為佢成日同我講佢游夜水，我覺得佢好犀利。夜媽媽可以走落沙灘游水，咁然之後我同佢點解可以咁深交咧？係因為我喺我最谷底嘅時候，佢陪我走過我最艱難嘅日子。無論係我開心好唔開心好，佢都聽我講嘢，講到夜晚11點佢都仲聽緊。我好多謝佢陪我。我知道佢走咗嗰一刻，我好難過。亦都冇辦法可以同佢見到最後一面。我最後同佢通電話嘅時候係9月27號，佢好平安咁返咗三亞。我以為佢會再返嚟，原來係冇下次啦。我真係好難過，我好多謝佢，唔好意思啊。我好多謝佢生命之中出現過，陪伴我走出最光明嘅一刻。雖然佢離開咗我哋，但係我永遠會掛住佢，佢會喺我心裏面。希望佢喺主嘅懷抱中可以安息。多謝大家。陈介芳，还记得第一次我看到他是在1978年、79年尾，那就是在巴社会的时候，看到一个很朴素的一个小女孩。第二次我看到她的时候是在加列山一个聚会。那时他刚从台湾回来，哇，真的是所谓丑小鸭变天鹅，他的变化很大，就像一个大明星从香港回来。我们真正的认识陈介芳就是在加列山教会，我们一起服侍的时候，在家庭小组和那个儿童教会，我很荣幸，也很喜悦，能够和他一起来服侍上帝。他如此的心甘情愿，
来奉献时间和精力，即使是在他困难的时期，他也是如此。杰芳很喜欢打扮，每天都扮得漂漂亮亮，所谓茉莉四射，人人都很喜欢她，不管是年老的、年少的，或者是年幼的，个个都很喜欢她。她就是很常带着笑脸，我从来没有看过她苦脸过。自从我们离开斗湖到英国，差不多都有23年了，我们一家人都一直的很想念他。虽然他现在已经走了，我们的心还是感觉到很轻松，因为我们知道他已安息在上帝的怀抱中。所以朋友们、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为他悲伤，他以身作则，活出喜乐。我们也应该珍惜，我们也应该满怀喜乐来送他回到天家。我相信上帝会称赞他 ，Well done， 陈杰芳，阿们。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这里参加陈杰芳宣教师的追思礼拜，相信大家都是带着难过和不舍的心情。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圣经神的话给我们带来盼望和应许。上帝以彩虹为象征，给我们带来安慰，让我们明白死亡不是终结，而是进入永恒应许的安息。在那里不再有悲伤，不再有眼泪，在那里是好得无比的地方，是与神同在的开始。愿主安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一起起立，讓我哋一齊企立，帶着從神而來的安慰和盼望，讓我們來唱這首詩歌《彩虹下的約定》。我空虛的心裡終於不再流淚，期待着雨後繽紛的彩虹，說說你我的約定。我不安的腳步終於可以停歇，主你已為我擺設你生命的盛宴，與你有約是永恆的約，彩虹圍着千古不變，我要高歌為
告诉你的慈爱，大地诉说你的恩典。我空虚的心里终于不再流泪，期待着雨后缤纷的彩虹，诉说你我的约定。我不安的脚步终于可以停歇，主你已为我摆设了生命的盛宴，与你有约是永恒的约，彩虹为证，千古不变。我要高歌，为生命喜悦，万物歌颂你的慈爱，大地诉说你的恩典。与你有约是永恒的约，彩虹为证，千古不变。我要高歌，为生命喜悦，万物歌颂你的慈爱，大地诉说你的恩典。感谢主，上帝给陈杰芳宣教师有很多的恩赐，他的一生把神所给他的恩赐都用在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姐妹，特别在大埔，在一些学校的家长、贵信的家长身上，他也很用心、很花心思和他的时间去关心他们。在教会弟兄姐妹从老到少，只要有需要，他总会用心的用神的爱和话语去关心、去辅导弟兄姐妹。对他了解的人都知道，他饮食方面很节制，也很健康。他非常喜欢大海，他喜欢在海上运动。这些不单是他个人的兴趣和爱好。他曾经说过，他为的是让自己有更好的身体和更多的时间被主使用。他的一生爱主爱人，如圣经所讲的，那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他已经跑尽了，所进的道已经锁住了，他已经完成神给他的使命，与神赴约，享受神所摆设的盛宴。弟兄姐妹，这个盛宴是每个信靠主耶稣的人都可以得着，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这也是上帝和你和我的约定。那我们一起再来唱副歌《与你有约》。与你有约是永恒的约，彩虹为证，千古不变。我要高歌，为生命喜悦，万物歌颂你的
有约，与你有约，是永恒的约，才会为真结果有别。我要高歌，为生命喜悦，万物高颂你的慈爱，大地说说你的恩典，我高颂你的慈爱，大地说说你的恩典。安息吧，陈杰芳宣教師，我們天家再相會。安息吧，陳潔芳宣教師，我們天家再會。大家請坐。喺大埔堂 Rachel 咧，唔單單咧係我嘅侍奉嘅伙伴，亦都係我嘅屬靈伙伴。好感謝 Rachel 幫助重啟大埔堂嘅祈禱會。大家都記得咧，佢常常咧喺台上邊咧聲嘶力竭咁樣咧去呼籲大家係參與教會嘅祈禱會。咁佢曾經咧成日都掛喺口唇邊嘅，佢話教會嘅領袖咧點可以唔參加祈禱會㗎？我哋要向神求異象、求方向。當時咧，我原本咧係冇參加祈禱會嘅，但係咧因為 Rachel 嘅説話係感動咗我，咁我就開始去參與祈禱會。有一次咧，Rachel 咧佢好失望，話俾我聽咧點解祈禱會咧咁少人參加嘅？我哋係咪要取消咗個祈禱會咧？咁我當時咧係鼓勵佢，我話 Rachel 啊，以往咧大埔堂嘅祈禱會咧係得4個人嘅咋，但係而家已經倍增，因為我哋有8個人。咁Rachel 離職之後咧，佢就將祈禱會交棒咗俾我。而好感謝主咧，而家大埔堂嘅祈禱會咧已經係有10幾個人去參與，亦都好感謝 Rachel 咧當日嘅堅持。跟住落嚟咧，我哋請吳慧欣姊妹去分享。喺我一段分享，大家可以眯埋眼睛一齊感受。Rachel 好中意音樂，所以我今日都送呢首歌俾佢。Hi Rachel, welcome home。我們都在這兒，像過往你跟我們講道一樣。不過這一次換你聽我說了。這首 Never Enough是我們在一起研究的最後一首歌。那天的你心情有點猶豫，我當時不懂，也沒有多問。後來沒多久，你就去灣仔工作了。你說你很快樂。1年後，你到了三亞，你讓我猜那個你最愛的城市，我還調侃說，你是不是去了杜拜的帆船酒店去度假了？這句話反而把你逗樂了。這次你已經上了上帝的身邊，在上帝的國和天使在唱歌跳舞。這份對阿爸父的渴望和渴慕，今天我徹底的懂你了。還記得你常常在小禮堂和孩子們唱歌跳舞的日子嗎？我可以走天你路，我可以衝天飛，只要捉緊耶穌不退避。小小的他們現在都差不多長得比我還高了。兒童區也多了很多新的小朋友。
我也会帮忙带手工。我知道你很爱孩子们，这份上帝让我做的事，我正在尝试了。那张家长们的合照是你在宗教室帮我们拍的，他们现在都很好。新年前，复恒中心的房间在装修，这段时间少了相聚，我们每个礼拜三都在一起，偶尔做做手工。匿名也会带我们一起拉筋，小组团契之余放松身心。这份功课我做的还可以吧？谢谢你一直陪着我，一直带着我。你懂我的那一份忐忑，你懂我的艰难，也懂我对上帝的那一份渴慕。即使再有不舍，今天也要跟你告别了。I love you。接住落嚟咧，就由本堂嘅堂主任梁慈光牧師有信息嘅分享。信息分享之後咧，我哋會有一段嘅短片，就係Rachel 喺 Facebook 裏邊係擺放佢喺大埔堂服侍嘅一啲嘅宣傳短片嚟嘅。咁請慈光牧師。我係第一次嚟到做一位宣教師嘅安息禮拜啊。亦都係第一次咁樣嚟去證道，咁相信喺呢度認識佢嘅人呢，係認識佢呢，應該會比認識我更加多。咁我亦都係認識阿 Rachel 姊妹呢比較少啲嘅嚇。咁不過呢，佢都帶嚟俾我有一啲挑戰嘅嚇。第一樣呢就係我嚟到大埔堂嘅時候呢，佢差唔多啱啱離職啊。咁就我係教會都係即係相當艱難嚇，我係呢。兒童嘅工作都係要即係冇咗人我好關心咧，即係我哋嘅弟兄姊妹嗰種嘅牧養。咁不過咧，佢帶嚟第二個俾我比較個人啲嘅挑戰咧，就係當我喺2014年2024年啱啱嚟到大埔堂嘅時候咧，佢咧就唔喺我哋呢一度，唔喺大埔堂，不過都喺循道衛理聯合教會裏邊嘅國際禮拜堂。所以都有國際禮拜堂嘅代表嚟咗我哋呢一度。佢咧去咗嗰度咧，就做咗一樣嘢同我有關嘅，就係邀請我去國際禮拜堂嗰度講道咁就係咁我啲普通話或者係國語都係有限公司，咁就不過都係答應咗，咁就係我人生嘅第一次用普通話由頭到尾講到尾嘅一次啊！咁就都有啲艱難，有啲挑戰咁。不過呢個都係喺上帝裏邊嘅服侍，係真係有陣時咧好多嘢要學習。我今日咧都會係用一啲經文咧同大家嚟去思想。雖然我唔係好認識佢，不過咧常常見到佢都好有笑容，好知道自己要做啲咩嘢。即係讓我咧能夠喺當中，我咧慢慢咧都了解咧點解我係大埔堂嘅弟兄姊妹咧咁有活力啊，咁有動力啊。事實上 Rachel 姊妹咧都係一位好有活力嘅姊妹啊，常常好快樂啊。我初嚟到上任嘅時候咧，差唔多啱啱咧時候幼稚園嘅結業禮畢業禮應該係畢業禮之後咧，畢業禮亦都係邀請咗佢彈琴啊咁樣啊。咁佢亦都係同我哋成班嘅幼稚園嘅老師校長一齊嚟去食咗一餐飯嘅。嗰次咧係我哋一齊聚會嘅一次嚇。咁我咧會用兩段嘅經文。第一段嘅經文咧，我諗大家都會好熟嚇，我都唔睇住聖經嚟去讀俾大家聽。就係詩篇23篇，呢一篇咧都係俾我哋咧每一個嘅信徒啊都會體會到係我哋同上帝嗰種關係
或許人生會有啲好突然嘅嘢，但係咧亦都會我哋知道咧，我哋上主會好似牧羊人嚟好照顧我哋。我哋相信咧 Rachel 宣教師啊，或者宣教士啊，有3年咧佢都做助理宣教士嚟咗大埔嚇。佢咧亦都喺我哋堂會裏邊咧做咗好幾年嘅宣教師。佢嘅生命點樣能夠喺呢個詩篇23篇裏邊嚟到呈現？佢點樣領受上主嘅牧養，亦都係見證上帝點樣牧養我哋嘅弟兄姊妹，或者有唔同嘅親戚朋友，即係都可以經歷。用詩篇23篇，當我讀嘅時候咧，請大家去默想。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他使我的靈魂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呢首嘅詩篇都代表，我相信都代表 Rachel 姊妹嘅一啲嘅心聲。雖然咧喺人生裏邊咧有好多唔同嘅挑戰、唔同嘅困難，或者佢嘅離別，或許我都覺得好突然。但係咧，我哋咧亦都係數算當中上帝俾佢嘅恩典。我常常聽到咧有啲年長嘅弟兄姊妹咧同我分享，我聽唔到嘢啊，好憂傷啊！有啲又話我瞓唔到啊，或者有啲咧話我隻腳好痛啊，行翻嚟好辛苦啊。不過或許咧 ，Rachel 姊妹唔使經歷呢一啲，佢離開我哋。不過喺呢啲離別裏邊，我哋都相信咧，阿 Rachel 姊妹咧，好相信上帝嘅帶領。雖然有陣時好成功，佢都好知道呢個要感恩，係上帝帶領佢，上帝俾佢啲恩賜啊，用3種語言你好講啊。馬來話我就識1-2句嘅嚇，咁樣如果識嘅我就嘅咩沙呀盼呆啊，另一句咧沙呀波多啊，即係話我係蠢仔啊，我係聰明仔啊咁。呢啲嘅話啊，但係佢能夠去演講，我淨係識1句嘅啫嚇。但係咧，人生裏邊咧，點樣嚟到喺當中喺成功嗰陣時候，知道將呢啲嘅感恩嘅事咧，交翻俾上帝咧。另一樣我哋睇見咧，佢好關心祈禱會嚇。咁其實喺好多教會啊，我哋特別循道衛理會係特別渣嘅嚇。哇！教會嘅祈禱會冇乜人去㗎，得幾個嘅啫嚇。依家有10幾個都係渣渣地嘅嚇。我都要悔改啊 ！Rachel 姊妹都提醒我哋，佢好想我哋都係得到成長，佢好關心唔同嘅人，俾佢關心嘅人都好感受到嗰種同行啊，好似有主嚟到同行一樣。所以第2篇嘅經文咧，我都從來未試過咧係用呢段經文嘅。不過我覺得呢個經文咧，可能相信咧對佢係好有意思啊。因為牧者嘅離開，令我諗起咧有一段嘅記載，就係保羅同以弗所教會嘅離別嘅一啲嘅說話。保羅講咗一啲好多嘅說話嚇，我一陣咧會講佢講咗啲咩說話。或許咧都係阿 Rachel 一位嘅牧者，好想同離別嘅人咧講嘅說話。佢最關心係啲咩嘢咧？啲信徒最傷心係啲咩嘢咧？讓我咧嚟到聆聽呢個《使徒行傳》第20章，唔知第幾節啦。總之我就照讀俾大家聽下。保羅從
米利都打發人往以弗所去，請教會嘅長老來，即係教會嘅領袖啊，大家當大家係領袖啊。他們來了，保羅對他們說：你們自己知道，自從我到亞細亞的第一天，我怎樣跟你們相處，怎樣凡事謙卑，以眼淚服侍主，又因猶太人嘅謀害經歷試煉。你們也知道，凡對你們有益的，我沒有一樣隱瞞不說的，或在公眾面前，或在每一個人嘅家裏，我都教導你們。不論猶太人和希臘人，我都已經證明他們當在上帝面前悔改，信靠我們的主耶穌。現在我被聖靈催逼，要往耶路撒冷去，雖然不知道在哪裏會遭遇什麼事，但知道聖靈在各城裏向我指證，說有捆鎖與困難、患難等着我，我卻不以性命為念，只要走完我的路程，完成我從主耶穌所領受的職分，為上帝嘅恩典嘅福音作見證。我素常在你們中間，到處傳講上帝嘅道。現在我知道你們眾人以後不會再見到我的面，所以我今日向你哋作證，你哋中間無論何人死亡，罪不在我，因為上帝一切嘅旨意，我並沒有退縮不傳給你們的。聖靈立你們作全群嘅監督，你哋就當自己謹慎，也為全體全群了謹慎牧養上帝，牧養上帝嘅教會，係嘛？就是他用自己嘅血所買來的。我知道，在我離開以後，必有兇暴嘅豺狼進入你們中間，不顧惜羊群，就是你們中間也必從有人起來，說悖謬嘅話，要引誘門徒跟從他們。所以你們要警醒，紀念我3年之久，晝夜不斷嘅流淚勸誡你們各人。現在我把你們交託給上帝和他恩惠嘅道，這道能夠建立你哋，使到你哋能夠同一切成聖嘅人同得基業。我未曾貪圖一個人嘅金銀或衣服，你們知道，你們自己知道，我靠兩手工作供給我和同工的需用。我凡事給你們作榜樣，叫你哋知道應當怎這樣勞苦輔助軟弱嘅人，又當紀念主耶穌嘅話，施比受更為有福。保羅說完呢啲話，就和大家跪下禱告，眾人痛哭，抱着保羅的頸項跟他親吻。叫他們最傷心的就是他說以後不會再見到我的面那句。於是他們送他上船去了。呢一段呢係保羅同以弗所教會喺米尼都嘅最後嘅見面。雖然知道唔可以再見面，同我哋今日嘅處境都一樣，我哋唔能夠再見面。不過對一個牧者最關心嘅事係佢所牧養嘅羊係咪繼續跟隨主，係咪願意嚟到傳開佢嘅道，係咪為主嚟到站穩？呢一個咧係牧者嘅心腸。我好相信呢 Rachel 呢位嘅牧者一樣係好期待大家有呢種嘅心腸，一樣係願意嚟到繼續跟隨主，相信主。雖然咧大家唔可以再見面，但係上帝嘅道藏喺佢心裏邊，建立我哋，
讓我哋咧能夠繼續，你好似 Rachel 呢位嘅牧者一樣，一生嚟到跟隨，一生咧都好有歡欣啊！盼望大家唔好記住佢點樣病，或者佢幾咁困苦，記住佢咧幾咁開心快樂，彈琴同大家唱歌，或者作咗啲歌咧同大家經歷呢種嘅美好嘅回憶，成為上主對我哋嘅祝福，亦都係透過 Rachel 呢位牧者又為我哋留下嘅記憶。阿門。你愛我，讓我知道我重要。你愛我，讓我知道我重要。Hello， 大家好，我係嚟自馬來西亞嘅陳姑娘，我要同大家分享耶穌有幾愛我。我爸爸係信耶穌嘅，所以我細細個就認識咗天父嘅愛同埋主耶穌嘅救恩。聖經話神就係愛。我細個嘅時候淨係知道耶穌好愛我，但係耶穌嘅愛究竟有幾長、幾闊、幾高、幾深，我唔係好知道嘅。但係當我長大嘅時候，我慢慢體驗到同埋經歷到神嘅愛嘅時候，我先至知道神嘅愛真係好偉大。2011年，我嚟到香港伯特利神學院進修。加拿大有一個主任牧師同我講，如果我畢咗業之後想過去加拿大服侍嘅話，佢就會請我。2年過咗去，我開始擔心自己唔能夠順利畢業，同埋開始喺度諗，我究竟要留喺香港服侍定係去第二度？我祈禱，我同神講，神啊，如果你嘅意思係要我留喺香港服侍嘅話，求神為我預備一份工作。我家姐就好擔心，因為佢知道我至少有5-6個原因呢，係唔容易會喺香港嘅教會揾到工作嘅。一係人哋要為我申請工作簽證，我廣東話又唔係講得好好，我年紀又唔細，而我讀呢一科呢，係基督教婚姻家庭治療，而唔係道學學位。但係好感謝神，神竟然使到我可以順利畢業，唔單止可以順利畢業，仲為我預備咗一份好適合我嘅喺教會堂後嘅工作。教會要求我要進修，完成咗道學碩士嘅學位。咁我本來嘅計劃係要喺2021年畢業。我喺呢間教會做咗4年，喺呢個期間呢，神學院有一個博士嘅學生好關心我，成日都會提我，你快啲讀晒佢，快啲畢業，唔好拖到2021啦。但係如果要快啲畢業嘅話，就唔可以 full time 做嘢喎，就要 full time 讀書，就要辭職。但係一諗到辭職，我係好冇安全感嘅，因為手停口停，又要生活費，又要交學費，所以我唔敢 full time 讀書。到2018年，我真係有一個感動，要辭職 full time 讀書。我就同神講，神啊，求你喺呢1年供應我一切嘅需要，使到我可以順利嘅畢業，然之後再一次又順利嘅可以揾到工作做。我非常感恩，我喺2019年7月我就畢業啦。神嘅道路高過我哋嘅道路，神嘅意念高過我哋嘅意念。神知道前面發生咩事，我感謝神，我喺2018年可以喺將軍澳醫院完成我 CPE 嘅課程。大家都知道，因為疫情嘅緣故，而家係唔可以喺醫院做探訪嘅。如果按照我本來嘅計劃，
2021年先至畢業嘅話，我就冇機會喺醫院入邊完成我呢個 CPE 嘅訓練。我好感謝神，我可以喺循道衛理大寶堂呢間教會服侍神，可以喺幼稚園入邊服侍呢班小朋友。神對我嘅愛係不離不棄嘅，佢每一日都帶領我行前面嘅道路。我哋嘅教會係充滿愛嘅。喺呢度，我邀請大家一齊嚟認識呢位又真又活嘅神。耶穌好愛你。現在咧，我哋請慈光牧師咧為我哋祝福同埋祈禱。請我一同起立，我領受上主嘅賜福。天父上帝，我哋實在多謝你，因為你差下阿 Rachel 呢位牧者嚟到我哋當中，喺呢個人世間裏邊為你嚟去作見證。佢當跑嘅路已經跑過，佢當打嘅仗亦都打過。我哋睇見佢喺你嘅面前去全心嚟到服侍，就算有陣時要讀書，佢都想繼續去服侍。睇見佢嗰種嘅忠心，再讓佢呢種嘅服侍永遠留喺我哋心裏邊，讓佢嘅生命繼續激勵我哋生命。你差派落嚟，俾佢能夠去認識佢，能夠從佢生命裏邊嚟到學習，我哋獻上感恩，讓佢所做嘅都能夠繼續為你嚟到燃點唔同嘅生命。主啊，求你賜恩，願望主耶穌基督係恩惠，天父上帝係慈愛，聖靈感動安慰，常與係同在，特別與阿 Rachel 牧者嘅家人親友同在，從今時直到永遠。阿門。請坐。係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阿 Rachel 嘅追思會咧嚟到呢度結束啦。咁因為咧，我哋學校嗰度咧就跟住落嚟係有一個活動嘅，咁所以咧我都請大家幫手，就將你坐你哋嘅凳啦，見到個紅色嘅凳，全部咧係8張一沓咁樣咧，係放喺台嘅側邊嗰度，即係好似你而家見到側邊有啲凳擺咗喺度咁樣。咁我哋就歸還個場地，因為學校就需要用嘅。唔該晒大家。